怎么可能跟一个背叛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结婚呢？这口气，我忍了太久了。如今，我痛快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们去国外，我们远离这里。你认为我们离开这里，就真能忘记所有发生的一切吗？你听我解释啊。那天佳妮之所以那样，全部都是我妈妈指使的。叶家，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不想听了。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小芳，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要一次机会，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肖兆业，姐姐，李欢回来了。李欢回来了。小芳。李欢，你这几天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你急死我了！你的头发怎么了？从今天起，我不要再见到你了。你说什么呢？你爱上我了是不是？我一直在等你跟叶家分手的那一天，等了很久了。李欢，咱别闹了。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很喜欢你？我一直在追求你。其实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自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盼着你跟叶家分手。如今我如愿了。你不会把分手的责任推到我身上吧？可不是我让你分的。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李欢是谁？我怎么可能跟一个背叛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结婚呢？这口气，我忍了太久了。如今，我痛快了。像你这种女人，没钱没貌，没有教养，没有身份，一个卑贱的孤女，身上没有一丝女人的气息。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女人怎么就孤芳自赏，自信到如此程度呢？你是不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男人见到你都要死心塌地地跟你一辈子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走在一起，我觉得很丢人。难怪叶家没有让你进门呢。你跟芬妮比啊，就是云泥之比，她是云，你是什么？自己知道吧？李欢，你实在太过分了！都给我滚！楚风，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已经忍了你3年了。
现在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姐姐，没事吧？姐姐，你别难过。姐姐，姐姐。姐姐，你给我滚开！不要再让我姐姐看见你了。李欢，你这个伪君子，整天道貌岸然的教我们怎么做人，原来你才是最大的暴君。你就是我们男人的耻辱。你们这群混蛋，敢跟我斗，自不量力！姐姐，摔伤哪了？姐姐，你没事吧？姐姐，你让他走。姐姐。叶博士，他都1个星期没来上班了。是啊，最近叶博士很颓废啊，听说失恋了。叶博士第1次谈恋爱失恋了，打击应该很大。叶博士，叶博士，别太难过。刘强，别人都说我是天才，可是我是最愚蠢的。我一点情商都没有。小凤本来是属于我的，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我父亲60大寿的时候，李欢跟我说，我就是个可怜虫，我做得了谁的主？当时我就当是一个笑话听。可现在看来，我真的是谁的主也做不了。在生活中，又有谁可以自己做主呢？这事我略有所知。你们家是因为希望你跟林佳妮小姐在一起。佳妮，小凤早就提醒过我，让我不
不要跟佳妮来往。可是我没有听他的，我是觉得，我从小看着佳妮长大，我了解她，她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孩子。可没想到，她竟然……算了，不说这个了。我是真的对不起小凤，我母亲一直都看不起她，处处为难她。可是她为了能和我在一起，她一直卑微的忍着，可我却什么都没有替她做，只是一味的让她迎合我母亲。叶博士，要不你和冯小姐沟通一下，说不定还有机会。不会再有了。发生这种事情，小凤怎么可能原谅我？我都不会原谅我自己。换作是我也不会释怀。这些是常有的事儿，您别太难过，想开点吧，啊？我就是一个胆小、无知、懦弱的男人，我什么都不是。我配不上小凤，我也不值得小凤这么对我。她每次出事的时候，我都不在她身边，我还不如李欢。李欢对她的好，我根本就比不上。刘佳，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害怕回家。我送给小凤的香水、衣服，现在全部放在原地。我在浴缸里还给她泡满了玫瑰花，好等着她。家里的一切都没变，变的是小凤不在了。这种滋味你知道吗？男人啊，是需要经历才能成熟的。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想开一点，别太难过了。生活总是要过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